屋企硬係有啲人呢，當洗潔精就好似唔使錢咁，係咁折，係咁折，係咁折啊！想慳翻啲錢嘅話，就一定要試下呢一隻日本老字號品牌嘅無磷鹼啊，對皮膚好，對海洋好，對地球好㗎。用佢包裝入邊附埋嘅2個吸盤黐住埲牆，扯都唔甩啊！即刻測試俾你哋睇，呢一隻碟啊，啱啱裝完飯餸，哇，油淋淋咁樣。用法好簡單，只要攞咗個濕嘅海綿，捽2捽，然後就可以正常咁樣洗碗，捽幾下咋，已經係超多泡，然後開水沖一沖，你睇下嗰啲油漬啊，即刻洗乾淨晒啊，成隻碟即刻立立令。呢一個鹼咧，其實除咗咧慳錢同埋慳份量之外咧，其實咧佢係對海洋啦、對皮膚啦、對呢一個地球咧都係好好噶。首先咧，佢就叫做無磷鹼，咁佢無磷嘅意思咧就即係不含磷呢一個成分啦。其實磷呢一個成分咧係好影響海洋噶。一個有成580g 咁大嚿嘅鹼啊，佢已經相等於5支嘅洗潔精。佢仲添加咗呢一個蘆薈嘅成分，更加唔傷手。而且佢因為係無磷鹼嘅關係，所以佢嘅殘留就會比一般嘅洗潔精嘅活性界面劑殘留嚟得少。咁所以就算屋企係有寵物啦、小朋友、老人家，一樣都可以安心使用。快啲去 Gable Baby 網站嗰度購買啦！